一贯道成员山中如何性等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台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朱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五圣宫，附近社主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。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五圣宫，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。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，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中风景树势外桃源，名产有山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如何性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真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朱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成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益显观，3600姓48000贤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主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创建者以孤单前人二手大老仙的家乡关田乡社主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济公活佛。观世音菩萨像，好老前人书籍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业三贤张曲胜老前人。及好老前人与单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相片，圣训文物，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新运合唱团教室、4年制。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，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，学界英文道义班，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，办公室与交易厅。如何种植爱心花？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对联，
九龙盘先天母图及身躯龙马雕刻，及道义款线图文。23是5楼宿舍，东西厢房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。点团书各有一间休息室、地方发挥活动班次目录。参考爱详单位：六组弹琴班、文理班、中青成人读经班、儿童读经班、课会班、综合性专班、青少精湛班、港训班、素食烹饪班。爱详塑料组、资源回收组、道务检讨干部研习。世界道场开放东南亚及南亚印度。爱心活动道场办道。家访宣传。祭酒及祭品，2楼后半是图书馆，3、4楼先天大佛堂，佛龛中有大字有20个字，代表五教也道儒佛回教教义。以儒教为主，其中及上帝真宰，象征五教合一。佛堂内条仔对联，及上方大正形建筑，神经象征青色。开经典班、仙佛班、天人合一班、青少人才教育班。举办正法新团盛会。3、4楼走廊有祖师、师尊、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，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。4楼有该推教室、现代化视听、简报室。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，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。地下室开中青班、新春志向班、年终会告班、联合课会班。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及自选班、在甲班、金精班。现代化厨房及餐厅。新古舞狮队。举办学界大专、高专夏令营、冬令营、复训营、团丁营。大专营学员打扫社主村街道，及到6家做环保。举办国中小夏令营。及在后山举办营会暗会，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。
一楼后天佛堂开大典礼，3楼先天佛堂开大典礼，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。母亲节感恩，中秋节感怀师恩无得，中央节敬老，表扬三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。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，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，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美丽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。95年4月15日，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。95年9月，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原地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。98年2月6日，贡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新园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胜利真团。98年8月，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。参访联谊，南区点传书联谊，陈宏斌老先生及郭明凯老先生有礼。基础组单位参访新园山庄义和圣堂。91年11月24日，一贯道国道道亲联谊。93年11月7日，一贯道中华县聚会心灵宗教之路。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举办新心灵健康文化讲座。学界道亲义和与信仰单位联谊，参访高雄县六股乡新委田。参访台南县南华宝公圣堂。宝公组道亲参访新园山庄义和圣堂。营业组男性单位道亲参访新园山庄义和圣堂。营业组府城单位道亲参访新园山庄义和圣堂。96年7月，一贯道
花莲县智慧道亲参访新园山庄义和圣堂。宜兰台北道亲参访新园山庄义和圣堂。尚有各地道亲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。96年10月，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。96年，新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。98年2月22日，参访南投法律组公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。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相片。国外开放语团9个国家。东南亚的越南、泰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及南亚的印度、香港、澳洲等等，真侪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，例如中华民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印尼、泰国、日本等等，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。重要网站遵守圣训，修道古老化，办道科学化，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，提供超越时空限制学习资源，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000一贯道。新园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。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马地不任，予人行的大德。尊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，及营建五圣宫，提供道亲及以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所在。新园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19920669000008。台南市官田区社主里19号，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美丽大道场，谢谢观赏。中华民国96年9月初办。98年8月台语版初版。98年2月6日，公山空军官校一带土地公在新园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胜利真传。1802年8月，中英文字幕对照版的初版。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，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。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曲庆婷老师、洪明桥老师教导。
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所谓图书馆找寻字。愿你出功德，普及有一切。我等以众生解众生佛道。电脑网站的网址 http://106.1.249.168 http://106.1.37.103